再问阿婆去买菜了。再问阿婆买菜片。拔菜、洗地瓜、调工拍、拍菜，可以来愈动钱呢。哎，条家，你遐咸济货一斤几多钱啊？一斤40条。一斤40条啊？哦，哎呀，芦笋165条。65条，你唔错诶。啊，呀，香菇诶，香菇一斤90条。一斤90条。哦。阿婆打顿菜甲家私拢问过咧，唔知要买哪一顿菜长好？哎，条家，哎，呀，一斤几多钱？要一斤24条。24条。哎，错。好。那么？系啊。一斤。系一斤24。跟我一斤。系，我一斤。我一斤啊，称下。好，称下。称下。大家都称款啊哈。哦，2斤人51条咧，算50组吼。50啦。系。冇，一斤错。要一斤？咁冇办法切咧，系啫。看矮嘅。哎，好咧。来，称下。14两咧，冇拄好一斤咧。冇拄好一斤啊？系啊。哎，我有办法。几多？咩冇拄好1斤1两咧？ 1斤1两啊？系啊。哈多呀？按多少啦？1斤1两。有味道。哦。拄好一斤啊？系啊。爱输啊有。梗系要切寸咧，用干啥？切寸咁用干啥？啊，卖不卖啥？冇都送爱你，阿娘25条啦。啊，送你。哎呦！啊，送你。哦，25条啊！哎呦，很好。阿条家，你很好。聽到你爭嗰個人唔買。哦，聽講你係冇做生意哦，冇來哦。今日曉你爭嗰個人唔買。哦，曉你係咧冇做生意冇來哦，吼。要按奇怪喏。要研究按用咯。